手嚟嘅換走呢個管頭行隊長。用個全大圓啊，全大撚啊！用咗呢個哇！之後去揾咗喎，狗仔古橋啊，古橋坑啊！喺呢個軒然大地，大地哥波納王，男嘅鬥勢換咗大地哥。哇！俾花咗啦，最後守到完場為止。哇！全場受壓之後，3-1，攞到寶貴嘅分。
日本9攻不下，沙特阿拉伯逼和0-0。Man of the match， 哇！呢場最佳球員，難估啲喎，窿對窿，兩個又唔係特別多射門，防守球會唔會板倉房啊？上場都估中9杯劍擊，今場睇下邊個先，又係9杯劍擊，哇！呢場一般啫喎，9杯劍擊打咗大半場啦。都係9步嘅主場有優勢啊，都有一兩個威脅射門，同埋有啲二傳嘅。前年大完上半場嗰波，如果唔係中柱咧，先拔頭籌成場波又唔同晒啊！阿大撚朱東順啊，我呢場打足全場嘅衝穿勁鬥，同埋呢個古橋黑馬冇落場嘅3球王啊，3000分。一班女歐嘅球員，冇衣錦還鄉翻嚟日本啊！女歐啊，大部分嘅女歐嘅球員唔係女歐啊。喂，有阮騰航帶住成班隊友女歐嘅隊友翻嚟，佢自己豪和紅箭嘅主場，連續2020嘅世界盃球場。後邊兩隻烏鴉吉祥物，傾唔掂咪冇傾喂！好似喺演唱會咁樣，我都覺得啲球迷過去睇到佢哋嘅，投入最緊要啦嚇。9寶仔，9寶已經連續2場都攞到最佳球員嘅 MVP， 衝穿勁鬥啊！呢場都打咗差唔多打足全場，打足90分鐘。靚仔球星啊，衝穿勁鬥。我等陣哇！好多女睇，真係日本幾多女睇波真係。睇中村健斗靚仔嘛，後邊啊大撚啊，前田太賢啊。2026年，日本係全世界第一隊進軍2026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嘅球隊，唔計主辦國啊。百年書生啊！呢個兵器榜排名有冇咁啊？剩翻最後一場波，南武士喺6月10號，而且大阪吹田球場、大阪飛腳球場對印尼啊！日本已經出咗線啦。睇翻全場嘅精華，沙特阿拉伯遠道嚟到東道，駁過嚟東洋，到上半場。1個直線，9寶1比1前面大賢啊！呢個波勁射中柱角微角啊，啱啱好勁班啊！沙特阿拉伯上場少有嘅攻勢，呢個波一傳去遠處球槌壓埋嚟，上場少有嘅攻勢啊！沙特阿拉伯前場繼續右手邊1比1幫埋嚟，右手邊。一比冚埋中間搶俾前田太賢嘅，又俾沙特阿拉伯攔截到呢個波就係大地哥啊 ！OK， 9寶劍英推埋中間就射啊！左腳哇！9寶仔今場波連續2場係當選呢個最佳球員啊！今場波前面比較活躍都係9寶劍英，另外仲有中村正久亦都係上下半場都打足㗎呢個球員，個波撳埋嚟話，始終日本隊都要爭少少前面最鋭利嘅尖刀啊，爭前面。
前面大呢個波又係話壓住晒個位，都起唔到腳啦，都俾沙特阿拉伯球衞擋到。大撚啊！今場留翻長頭髮嘅前田大然，因為呢個波沙特阿拉伯佢球員自己爆啊，自己爆佢，自己爆入去，哇！散閘啊！彩鹽㗎嘛，鈴木彩鹽冇咩做㗎。到尾段啊，81分鐘，呢個波哇！伊東純有，哎呀，佢個生鏽咗嘅，生鏽佢如果有咗射大機會啊，講真喎，生鏽咗嘅時候，伊東純嘅。最終沙特阿拉伯將士用命之下，都冇過1分。日本藍武士就有一場呢個例行公事，已經攞咗世界盃出線席位嘅情況之下，場例行公事逼和1-1俾呢個沙特阿拉伯逼和1-1。前田大前提啊！好，體育園2022世界盃球場，哇！58,000觀眾散水啦喂！體育園2022世界盃球場。